種菜館呢度古色古香，就好似去咗景點一樣。冬天更加要品嚐佢哋嘅太史五花蛇宴，除咗係味覺嘅享受，種菜館更加係視覺嘅享受。前往數碼港有2個快捷方法，由港鐵堅尼地城站出口 A 可以搭乘專線小巴58號，車程只需要10分鐘就可到達；或者可以由金鐘站轉戰南港島線到黃竹坑站，搭乘專線小巴69A 號。呢條線主要來往數碼港、貝沙灣、香港仔、黃竹坑站，車程只需約12分鐘就可到達。數碼港其實冇想象咁遠，來回小巴都只係15分鐘嘅車程，好方便。種菜館一處坐落於香港數碼港嘅粵菜食府，格調以典雅為基，裝潢陳設，深植於中國傳統建築風骨。踏入餐館，傳統嘅中式建築風格貫穿始終，六角飛檐嘅亭閣，仿中式庭園設計嘅回廊，展現出古典風華。呢度有廣闊嘅大廳，令人稱道嘅係其空間設計借鑑明代建築，規模宏大、氣象宏偉嘅特點，俾食客一種廳堂高闊、氣度不凡嘅感覺。除咗精美嘅木刻雕花外，入型入格嘅佛跳牆金頂，仲有傳統中式酒樓先會見到嘅龍鳳裝飾。據說現存嘅龍鳳裝潢喺酒樓已經買少見少。要數館內最具代表性，莫過於古樸厚重嘅青磚牆身。呢啲牆身並非尋常裝飾，而係專程由元朗下村回收所得嘅百年古物，經悉心修復後重新活化，每一磚都承載住歷史。種菜館冬天特別打造呢道太史五花蛇宴8味菜，除咗前菜乾南5小碟、菊花太史蛇羹，仲有原隻脆皮燒鵝皇、古法雙冬羊腩煲、豉汁籠仔蒸白鱔、蛇汁唐生菜、香芋臘味糯米飯、陳皮紅豆沙。呢個蛇宴餐率先由江南5小碟揭開序幕，先喚醒味蕾，秘製陳醋令胃口提升，藤椒魚皮更係爽口。根據明代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蛇肉可入藥，性味甘溫或甘鹹，具驅風通絡、止痛定驚之效。冬天食蛇素有進補暖身同驅風濕嘅功效。明代李時珍更提到，南方人食蛇視為滋補之物，又對皮膚病、關節疼痛有益。呢啲都係先祖對飲食嘅智慧累積。如果用現今角度去睇，蛇肉被視為高蛋白、低脂肪，多食不單止唔會肥胖，更能促進血液循環，達到瘦身效果。對女士喺冬天時手腳冰冷，仲特別有效。蛇羹原是江太史府上嘅名菜，以講究嘅選材同熬煮工藝著稱，特色係湯底濃郁，蛇肉細絲，再配合大廚落鑊嘅精準同烹煮手法，火候控制，先做出一碗上等嘅蛇羹。配搭菊花瓣、檸檬葉絲同薄脆一同食用，其味甘香，更有淡淡花香。白菊花瓣除咗增加清香外，更可以平衡蛇肉嘅膩感。檸檬葉絲能夠辟除腥味，令香味更提升；薄脆增加口感層次，每一樣食材都係絕配。另外一道主食為古法雙冬羊腩煲，用大皮羊腩斬件後先用清水沖洗。其次係燒毛工序，唔能夠馬虎，否則一嚿羊腩食材可報銷。
傳統用炭火或煤氣噴槍，將羊腩皮朝下，直接以火槍燒表面至微焦起泡，呈金黃或淺黑色。火力需均勻，重點燒灼皮面同脂肪層，但避免燒焦肉質。廣東人食羊腩好自然配合腐乳，白腐乳烤香溫和，口感絲滑，能平衡鹹度，增加湯汁層次同順口感。豉汁嘅鹹香喚醒白鱔嘅鮮味，荷葉嘅包裹鎖住咗山水嘅清氣，打開蒸籠嘅一剎就令人按捺不住。唔少菜館都會以鴨代鵝，一來成本較低，二來就係減去繁複工序。講究飲食嘅食客都喜愛品嚐正宗燒鵝，其皮脆肉香骨軟，脂豐嘅複雜口感絕非燒鴨可以比擬。廚師刀鋒起落，臘腸、潤腸、臘肉化作均勻嘅丁粒，每一顆都有自己嘅角色。火候控制要得宜，等糯米收緊身軀，變得乾爽而剔透，徹底吸入油脂嘅香氣同味道。最終臘味嘅鹹香、油脂嘅醇厚同糯米嘅清甜喺口中交融，品嚐到嘅唔只係一碗飯，而係一個被悉心收藏嘅暖冬。最後呢個盛宴由一碗紅豆沙作為圓滿嘅句點，陳皮嘅香氣飄散喺空氣中，同紅豆嘅綿密沙浪交融，圓滿。呢個冬天進補餐一席2688，半席1388，平均每人都係港幣200幾蚊，稱得上為冬天最溫暖嘅價錢。今個冬天想去食呢個餐，除咗數碼港分店之外，其他分店都食到。中廚中菜館分店位於尖沙咀北京道、銅鑼灣時代廣場、灣仔軒尼詩道、火炭同埋赤柱廣場等。特別提提大家，尖沙咀仲有位於 The One 嘅潮喜匯，一樣可以食到。冬天就係要進補，一定要試。